台南区的农业改良场举办无毒种林格的观摩会，希望带动更较侪农友优先来种植，保护林格鸟的生态。台南市官田生产林格，为了推广林格优先栽培，嘛保护林格鸟。台南区农改场举办优先正式示范观摩会，特别来推荐我们关田地区这一块这个生态园区所生产的菱角，是非常安全，能够保障到生态，而且农民的收益也非常好。农民嘛分享农改场的技术，唔但互林格的收成对3摆变5摆，互林格的品质愈来愈好，产量嘛更加提升。以前阮在种林格的时阵，通常我是差不多都满3遍都无林格通好满啦。啊，毋过今年由今的状况来看，我咧看满5遍嘛无问题，而且林格佫比以前较大片，佫较结实。希望透过农改场的推广，互农业和生态当和谐共存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